来看台湾师范大学学者把人面辨识技术用来分析国内高中大学生上科学教育课程的表情，学生的吸收程度嘛反映伫表情顶头哦。望讲未来当用这套系统来帮助老师调整教学方式。 放上反地角的科学实验影片来看学生的表情改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教授曲美凤，甲研究团队甲人面辨识的技术用伫教学，发现若学生看到影片的时，表情变化愈多，表示愈有机会改变因观点的想法。换句话说，你只要看到了，然后你有表情变化，表示你有反应。 那这样子的人呢，比较有可能进行概念改变。那如果说你没有表情变化的话呢，那就比较有可能你就是没有概念改变，就是你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曲美凤团队用差不多10档的时间，对200多个高中大学生做研究，分析嘛发现，艰苦、惊奇、变白的表情是预测学生科学概念。 敢会改变的关键指标，这嘛通互老师改变过去认为学生表情愈欢喜，就代表吸收好的观念。其实学生有一些负面的表情的时候，其实呢会导致他们其实是在思考的。 那他们这些思考呢，最后会导致到事实上他们是会进行概念的改变的。另外，研究团队嘛发现，若较有相关知识的学生出现较侪负面表情，嘛较有概念改变的可能。若相关知识较少的人，就可能真正唔知。教授表示，目前是1对1的实验，希望未来通透过系统帮助老师即时调整教学方法，和科学知识更较贴近学生的需求。记者点李秀凯台北采访报道。